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来，全世界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所默示的圣经。要教示人、督责人、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人的生命有足大益处。要教导人读圣经的人呢，追求完全、完美，做一个完全的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或者基督徒呢，有得救进天国永生福乐的智慧。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本乎着圣经提出10大信条，正做真耶稣教会的重要的教义，提供着信徒查考学习，也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带，互咱会当有正确明白进天国的迄个真正的门路。教义是信仰基础，真耶稣教会本着信仰就是圣经内面重要的教义。互既若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咱应当会当理同清楚来明白共同相信并且尊敬，进一步呢来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呢做伙牵着手做伙来行这条天国的正路，将来呢做伙得到公义的奖赏啦来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今日的节目内底，伫活命的牛这单元内底呢，喜信要奉主耶稣的性命，甲咱亲爱听众朋友，伊愿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10大信条第7条，信圣产礼，信圣产礼。第7条的内容是信圣产礼，做纪念主耶稣的死，做伙同领主的肉、主的血。甲主联合，会当得到永生。伫末日复活的典礼，爱时常举行，但必须用一块无甲饼甲葡萄汁来办理。第一段，咱来查考圣餐礼，做纪念主的死。伫新约圣经路加22章19节内面记载，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前的前一暝，伫最后的晚餐当中，主耶稣摕起饼来祝谢，就擘开互门徒，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舍，恁也应当安尼行，为着要纪念我。后来使徒保罗也对主耶稣得到启示，将所领受的道理呢写伫哥林多前书第11章26节，讲主耶稣讲恁每一遍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以来。可见呢，办这圣餐礼是为了纪念主耶稣为了世间的罪人呢代死，而且纪念主耶稣的死的圣餐礼呢，伫主耶稣对天顶再临以前呢，拢需要按着时阵定定办理借着纪念主耶稣的死，会当来思念主耶稣爱是有何等的长阔关心。伫罗马书第4章5节内面咧讲，耶稣被交予人是为了咱的过犯，复活是依着咱称义。所以耶稣被交伫犹太人的手中，钉伫十字架顶，是以无罪生命代替有罪人类牺牲舍命，因为世间人拢犯了罪，亏欠了真神的荣耀。无一个人会当为了咱来死，无一个人会当救咱脱离这个罪刑罚。只有主耶稣是独一的救主。审判官彼拉多也3遍伫众人面头前宣告：我查不出伊有啥物罪来。记载伫约翰福音18章38节到19章第6节。咱对这咱就知，耶稣为了咱众人来死，是真神救赎世间人的计划。所以保罗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节内面讲：真神互迄个无罪来代替咱，成做罪，好互咱伫伊内面成做真实的义。耶稣亲像出埃及的时阵，如何这被抬这个羔羊，以色列百姓因为羊血的记号，会当得救免死。这记载伫出埃及记12章中间。彼得被圣灵充满伫公会面头前，为了耶稣做见证，除了以外并无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再赐了别的名，咱会当靠着来得救。这记伫使徒行第4章12节。可见呢，都将着新的主耶稣降生来到世间，就是为了代替罪人受死伫十字架顶，为了将家己的百姓
对罪恶内面救出来。所以保罗伫罗马书第5章第8节嘛讲独独基督伫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为咱死，神的爱就直接来向咱显明了。所以伫这个圣餐礼时就是爱纪念主耶稣的死，思念主耶稣的爱。哥林多后书第5章14节、15节里面嘛咧讲原来基督爱激励咱，因为咱想看嘛，一个人既然体众人死，众人就拢死了，并且遗体众人死，就是互遐活着的人不再为家己活，乃是为了替因死而复活的主啊。所以耶稣为了咱死而受决定，咱理当为了主来活，也就是伫上生活当中每一件代志拢想着主耶稣，凡事拢应当以主耶稣的心做心。咱想看觅，假使咱是主耶稣我当安怎去做，才符合伊的旨意。所以保罗讲兄弟我以神的慈悲劝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真神所喜悦的。恁安尼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唔好互我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互恁测验什么是真神的善良、顺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记载伫罗马书12章第1节到第2节，第14章第7节到第9节又讲，咱无一个人为着家己活，也无一个人为家己死。咱或者活着是为了主而活，若是死是为了主而死。所以咱或者是活着，或者是死，总是主耶稣的人。因为安尼主耶稣死又搁活了，为着要做死人并且活人的主，所以基督徒会当立志为主耶稣而活，为主耶稣而死。既然安尼来纪念主耶稣的死这是上有意义的。第二段，咱来查考。正餐礼是当领主耶稣的肉甲主耶稣的血。一般人无看过圣经，也无领受到圣灵的启示，并无明白这个圣餐的属灵奥秘总是呢，有真理、有圣灵、有信耶教会，就当来明白圣餐真理奥秘。三信作写了后一饼，就是主耶稣的肉；无罗接就是主耶稣的血。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节，你讲咱所祝福的杯，敢毋是当领主耶稣的血吗？咱所掰饼，敢毋是当领基督的身躯吗？得到主耶稣亲自启示的保罗呢，伊明白甲咱讲经过作写，基督这无甲饼，保罗接伫圣灵运行之下，拢成做主耶稣的肉甲血咯。所以伫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到26节，保罗更加清楚甲咱讲：我当日传互你呢，原是对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迄一暝，摕起饼来作写咯。就擘开讲，这是我的身躯，为了恁写的，恁应当安尼行，为了要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摕起杯来讲，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恁每一遍啉的时阵，爱安尼行，为了要纪念我。你每一遍食这饼、啉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以来。对于以上，咱会当知影，圣餐礼是伫主耶稣内底呢，当领主耶稣的肉甲伊的血，因为这是有主耶稣亲嘴证明的啦。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毋捌圣餐是主耶稣的肉甲血，所以竟然把这作写过圣餐当作普通的食物来食，要来治疗结果呢受到主耶稣的管教。哥林多前书11章90到31节的记载讲，因为人食啉若是无分辨，这是主耶稣的身躯，就是食啉家己的罪咯。因为安尼伫恁中间有真侪软弱的甲患病死也未少。咱若是先分辨家己，就无得受审啦。所以咱就知影，基督徒敬畏真神你当尊重圣餐因为7节8节这么甲你讲，所以无论啥物人无按理食主的所有饼，啉主耶稣的杯，就是干犯主耶稣的身躯、主耶稣的血咯。人应当爱家己省察，然后食这个饼、啉这个杯。
所以为何作写过这个无甲饼甲菠萝汁就是主要所谓肉甲花呢？那是因为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内面记载，因食的时，耶稣就摕起饼来作写，就擘开摕互门徒讲：恁摕嚟食吧，这是我的身躯。又摕起杯来作写咯，佮摕互因讲：恁拢啉这吧，因为这就是我所啉的血，为了侪人流出来，互罪得落写。对于以上记载，咱就知影，主要所亲嘴甲咱讲，伊所作写过的圣餐，就是伊的身躯，是伊立约的血。所以咱理当完全的相信。所以今日咱经过作写过的圣餐，乃是遵照着主耶稣的榜样。所以圣职人员称奉主耶稣的名作写，祈求圣灵运行伫这个圣餐的材料当中，按照主的应许，伫圣灵内面无甲饼菠萝汁灵化成做主耶稣的肉甲血，或者有资格领受圣餐的人感谢来领受，当得到祝福。所以圣餐礼既然是当领到主耶稣肉甲主耶稣的血，就是领受到主耶稣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第6章53节到56节内面的记载，这是耶稣讲的，讲我实在甲恁讲，恁若无食人子的肉，无啉这血，就无生命伫恁内面。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就有永生。末日我要叫因服我，我的肉真是可食的，我的血真是可啉的。食我的肉，啉我血的人，定伫我的内面，我也定伫伊的内面。可见规日主耶稣门下这基督徒，拢应当领受圣餐，将来得享着永生啦。所以领受了主耶稣的肉甲血，也就领受了主耶稣的生命。有了耶稣的生命的咱呢，你当彰显着伊的生命荣耀。亲如保罗伫腓立比书第1章20节到21节里面所讲的，照着咱所切慕所仰望的，无将代志互咱见效的，只要讲咱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互基督伫咱身上照常显大。因为咱活着基督，咱死了就益处啦。所以保罗感受到这个主耶稣的生命伫伊内面。所以总叫基督伫咱的身上照常显大，也就是讲要将咱经过着家己来荣耀着主耶稣啦，来报答着主耶稣为咱舍命的大爱。好，来讲第3段，咱来查考圣餐礼是甲主耶稣联合属灵的团契。伫这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节到17节记载讲，咱所祝福的杯，敢是当领基督的血吗？咱所擘开的饼，敢是当领基督的身躯吗？咱虽然这犹原是一块饼，一个身躯，因为咱拢分受了这一个饼。以上这个圣经内面甲咱记载讲两个当领。这个当领原无的意思是团契，而是讲甲咱讲这圣餐礼时，大家当领圣餐是种属灵的团契。这就领受这个主耶稣的肉甲主耶稣的血，伫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内面，咱甲主也甲主来兄弟姊妹做伙来享受基督内面的平安、喜乐甲福气啦。所以一块饼，一个身躯，要甲咱讲，一位救主，一个教会。就像以弗所书第4章第3节、第7节里面所讲的，用和平彼此联络，给你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像你忘掉，共有一个指望，一主一神，一世一神，就是众人的爸，超众人之上，管乎众人中间，也带入众人内面。咱个人蒙恩呢，拢是照着基督所量予咱个人的因素。所以圣餐礼既然是甲主联合，甲兄弟姊妹联合，是属灵的一个团契，就是爱做伙伫一个所在，当领着圣餐、领受圣餐的人，也应当学习腓立比教会，亲像保罗书信顶面所讲的，因为对头一天到今日恁拢是同心合意向福音。我也深信，迄伫恁心内动了善工的，得到要成全这个工，直到
耶稣基督日子，这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第5节、第6节。所以伫这得救的天国路上也应当手牵着手，心连着心，上下一条心，同心合意，三听三照顾，三扶持，三帮助做伙牵着手，做伙行，奔走着这条天国道路。所以希伯来书第3章12节到14节也勉励咱讲兄弟恁爱谨慎免伫恁中间有人存着无信的恶心甲应性的心离去咯。总爱趁着还佫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要你中间呢有人被罪被黑咯，心内就公硬咯。咱若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伫基督内面有份咯。领受圣灵甲主甲同灵联合，就当离弃了个人的成见，放下俗世的名利，排弃了家己，是不是来跟对着主行这条天国道路？好，第4段咱来了解到这个举办圣餐礼的方法。当这个保罗对主耶稣领受了圣餐礼的方法的时候，主耶稣特别吩咐所以无论什么人无按照你食主耶稣的饼、啉主耶稣的杯，就干犯了主耶稣的身躯、主耶稣的血了。所以人应当爱清察，然后才食这个饼、啉这个杯。这记载哥林多前书的第11章7节8节，可见的这圣餐不是一般的食面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领受的。所以领受圣餐一定要照着圣经的指示，符合神的道理。若无就干犯了主耶稣的肉甲血咯。所以出来记记第11、2章的第43节就咧讲耶和华真神对摩西亚伦讲，如我这一日就是安尼。外邦人拢唔通食这个羊羔，为真神的选民牺牲流血，大死伫十字架顶。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伫主这孙杀了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将血抹伫门框门楣顶面，当迄一枚全家围炉时，咧烘羊肉甲无甲饼以及苦菜做伙食。以色列人拢袂当出去家己的门外口，直到透早记载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第8节以及22节。对以上的这个记载，咱就清楚会当表明到，只有以色列人才可以伫厝内面围炉食羊肉，外邦人袂当食这羊羔。也是讲，甲咱讲今日咱基督徒祝社过圣餐，只有信而受洗，做得了赦免，加做天国子民的，才当来领用啦。当然呢，故意犯到地狱甲死的罪也无资格来领圣餐。伫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0章17节，咧讲咱虽然这依然是一个饼一个身躯，咱拢分受这个饼，因为基督的身躯只有一个嘛，所以只用一个无甲饼。5章7节到第8节，伊佫讲，恁既然是无甲的面，就应当甲骨架拄正，好互恁成做新团。因为咱如何这一个人基督已经被他献祭了，所以咱守这个祭，袂当搁再用骨架，也袂当搁再用恶毒邪恶的架，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甲饼。这个架既然是以表着邪恶、淫毒、虚假、异端，所以今日这圣餐礼的这材料，也用这个无架的米粉饼，甲古早时代这如何这同款的。伊主要所身躯就是一个，所以无论偌一人参加会众偌济，只用一块饼，大细按照人数偌济的量来制作。伫马可14章50节里面记载讲，耶稣伫圣餐的设定对门徒讲，我实在甲恁讲，我无再啉这葡萄汁，直到伫真神的国内底啉新的日子。尤伫路加22章18节，伊佫讲我甲你讲，对当以后，我不再啉这个葡萄汁，直等到真正的国来到。因为主要说留着榜样，就分受了葡萄汁。所以办理圣餐的时候用一壶葡萄汁分了会众，不是葡萄酒因为酒是发酵这无合圣经的教示所以咱特别办理圣餐的方法，就是对这个已经有经过水洗
零碎的性职人员来主持。伫这个性产业以前啦，应当爱提早通知会众，家己审查家己，反省检讨，批判性格的信心来领受。就亲像出埃及记12章15节内面所讲的，头一日爱甲教对恁国家当中除去。最后咱搁再重复这个10大信条第7条，信性产业这个信性产业做纪念主的死，当领主的肉、主的血甲主联合，会当得到永生。伫末日复活的典礼，爱时时举行，但必须用一块无甲饼甲菠萝汁来举办。好，咱今日话明的内容就先甲咱谈到这，感谢收听。到如今我无事不